資料夾設置。以下係喺文件夾上傳可供下載資料嘅方法。打開 CMS， 點擊商品，點擊商品相關設定，點擊頁籤資料夾設置，點擊新增，新增一個資料夾，填好新增文件夾嘅資料，包括名稱、說明、啟用會員等級、啟用企業用戶等級。喺文件夾文件下面點擊選擇檔案，選擇你想上傳去文件夾嘅檔案。點擊資料夾右邊的編輯圖標，可以重新編輯資料夾信息，以及添加或刪除資料夾中的文件。設定好文件夾同埋上傳好檔案之後，去網上商店設計所有分頁度，用網站編輯器編輯頁面時，加返個下載中心元件，咁就可以喺網上商店俾人下載文件夾入面嘅檔案啦。